阿们。有没有很平安？有。感谢主。哥林多后书6章10节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是的，我们上帝的本质就是爱，它是丰丰富富、没有缺乏的爱，是他先爱我们，而且教导我们彼此相爱。主爱的大能是永远不会变质的爱。这个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用这首《你爱的大能》这首诗歌，一起进入今天早上主日的祷告以及敬拜，来预备我们的心。主，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更新，我只在主里，你恩典永留，在你慈爱里，我心中一切软弱都将被挪去，因你爱的大能拥抱我，让你爱围绕我，吸引我靠近你身旁。下面的几个事情来祷告。首先，为着你个人跟神的关系来祷告，恳求主使我们成为亲近主的儿女，喜爱祷告与主连结的儿女。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是顺境，是逆境，是充满挑战的环境，我们仍然凡事感恩，嘴唇结出赞美的果子。这个时候，为着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来祷告。属你的儿女有活泼祷告的灵，高摩我们成为一
个喜爱祷告、喜爱亲近主的人。恳求主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单单渴慕等候你，专心来爱你。依靠圣灵成为刚强壮胆、有信心、有能力的人。让我们常常与你连结，彰显你的属性，并且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样式。恳求主也差派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有固定的读经、祷告、灵修的生活，操练敬虔与知足的心，让我们有健康丰盛的属灵生命。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接着我们要为教会每个家庭与上帝的关系来祷告。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教会是许多家庭所组成的，恳求主来成就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应许，使每个家庭都能够经历救恩的喜乐，成为喜爱祷告、喜爱赞美、喜爱服侍主的家庭。也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家庭夫妻都能同心在基督里，有智慧管理我们的家庭，关心我们的孩子的信仰生命，家庭中时时能够充满主的爱，帮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家庭活出美好的见证。这个时候我们一起为家庭、为富强教会每一个家庭跟神的关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富强教会的每个家庭来祷告，恳求你教导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尊主为大，夫妻彼此相爱、接纳、扶持，又赐下勇气与智慧。当家庭遭遇挑战、困难的时候，有能力来抵挡一切的攻击及破坏。在家庭及亲子关系上面，求你帮助我们不受到手机、iPad、电脑的捆绑，看重家庭时间，能够建造家庭的祭坛，与主亲近，分别为圣。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有人经济困难、陷入困难、工作面临挑战的家庭，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深信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你也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大家长，祝福我们富强教会每一个属神的家庭，活出美好的见证，来影响更多身边的人认识你。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再来，我们为台湾的疫情跟教会中的肢体祷告。我们看见台湾的疫情在这几天有升温的趋势，我们许多的小朋友、青少年在下周即将陆续的开学，盼望能减少疫情影响就学、生活、工作。恳求主赐下智慧，帮助我们度过这次疫情的危机。邀请你为你们所认识的亲朋好友来提名祷告，可能因为经济的困难、失业、工作、人际关系、心灵受到压制或身体的病痛，或者没有来教会的兄弟姐妹，我们一同开口来为疫情跟我们的教会的肢体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看见新冠疫情又有举间升温的趋势，但我们仍然相信领受平安，来献上感谢。为着许多第一线的政府官员、医疗单位来祷告，恳求主赐下智慧与好的防疫策略，来保守看顾病毒的威胁。求主怜悯保守他们的身心灵平安，让我们仍然有信心来面对这次疫情的变化。此时也为着教会的肢体健安、心灵软弱的朋友来祷告，恳求主施恩怜悯医治在他们身上。因为疫情影响到了工作事业的朋友，求你赐下智慧力量来度过困境跟危机。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同心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更新。我只在主里，你恩典永留。
再来，我们要为教会的牧者、长职、团契首长、团长、区长、小组长，为教会的宣教事工来祷告。我们富强教会已经经过了46岁的社教周年，接着我们将迎接我们富强的57年。我们要宣告教会为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基石和根基，是活出爱的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恳求主带领我们的牧者、传道、干事、团体首长，还有我们所有的众会友，有火热服事的心志，使我们服事满有恩膏，大有果效，充满宣教的意向。我们一口同心开口，来为教会的宣教事工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恳求你彰显富强教会宣教的计划与意向，恳求兴起长职、团契首长、队长、小组长、信徒来成为牧师、传道、干事的好同工。让我们用祷告、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牧区团队所推动的所有事工，让我们所有事工在你面前都有看到自己的责任，彼此有好的搭配，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让整个教会的发展可以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彼此服侍，也愿意不断的装备自己为主所用，让富强教会成为这个城市、这个社区祝福的大出口。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接着我们为今日的主日礼拜，还有各部门的服侍团队、礼拜程序、牧师讲道来祷告，恳求主的圣神临在我们现场的每一位兄弟姐妹及我们在线上的朋友们，保守带领今日的主日礼拜从头到尾，主的恩典满满与我们同在，以及牧师所传讲的讯息，恳求主圣灵保守同在，让我们同心来开口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下祷告、敬拜、赞美的灵运行在我们富强教会当中，让敬拜充满神的荣美同在，保守看顾今日的主日礼拜程序，无论在交通指挥、大厅接待、新朋友关怀、主日学、查经班、咖啡书房、爱心午餐等等，保守夏牧师今日所要分享的讯息，成为兄弟姐妹在信仰跟生活上的灵粮。也求主纪念我们当中或在线上还未信主的兄弟姐妹，恳求主的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领受敬拜与你相遇，生命得到改变，将今日的礼拜恭敬交托在主你的圣手，求主掌权。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为着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国家的安全、世界公益的和平来祷告。我们知道，在短短的时间，有2位保护人民的安全的警察，他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恳求主赐下怜悯慈爱，在台南这个可爱的城市，也求主保守看顾台湾这块岛屿，赐下和睦的心，在两岸政府的领导人身上，让他们有智慧、谨慎的来看待两岸的关系。最后，我们也要为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来祷告，他们已经打了半年了。因为战争所引起的流离死伤，所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及通膨，我们一同开口来为着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为着世界的公益和平来祷告。圣杯，我们父神啊，主啊，祈求你保守两岸的和平，让我们免受战争的痛。主啊，我们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垂听人祷告的主，我们谦卑来到你的宝座前，你是充满怜悯公义的主。因为人的悖逆，时常看到自己的利益及欲望，造成我们的城市充满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原本保护人民的警察大人，因为追捕嫌犯，却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恳求主亲自怜悯安慰，也恳求主保守看顾台湾这块岛屿，让两岸的领导人有谨慎和睦的心，用智慧来决策看待两岸关系。同时，也为着乌克兰及俄罗斯的战事来祷告。许多的百姓因为战争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甚至失去了生命。恳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的圣手保护安慰不安的灵魂，因为战争所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及通膨能够快快的得着控制。愿你的公义和平临到你所掌权的世界。我们在你面前将同心开口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耶稣，我救主。
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爱。你是我，你是我安慰，是我避难所和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足敬拜你，向主欢呼，眼前的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敬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我要歌颂你大能的作为，我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无一事无能与你的应许相比。主耶稣，我求主不一能像你，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爱。你是我安慰师，你是我安慰师，我避难所和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足敬拜你，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跪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我要歌颂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无一事无能与你的应许相比。向主欢呼，向主欢呼，眼前的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跪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我要歌颂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无一事无能与你的应许相比，无一事无能与你的应许，无一事无能与你的应许相比。我们将一切掌声归给我们的主。是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跟神的爱来相比。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同来呼喊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赞美的。阿们。我们要一起来呼喊我们的耶稣，阿们。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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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阿门。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和平之君，我们称颂你，明亮的晨星，我们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爱我们世人，赐下独生子救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主，我们要宣告，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是救赎主，你是赦免一切我们的罪，要成为我们的盼望。神啊，这样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让每一位来到主面前的都得着这样至宝贵的救恩。感谢主，我们要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恩，一起颂赞赞美主的大能、恩典跟祝福。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圣灵跟我们同在，让每一位都充满神的光、恩典的光，以及祝福，以及喜乐。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